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權妹。好，節目一開始阿權妹愛先同大家播一個好康哦，係乜嘅好康呢？就係草本日大家還記得《福起來》播出嘅內容係乜嘅呢？冇錯，就係你客家30嘅音樂會，今本日就會來公布得到你這個評委啊幸運嘅觀眾朋友，就係個面數嘅獎項可以按到原理，恭喜我！記得禮拜五愛記得去看精彩又好聽嘅音樂會哦。好，今本日阿權妹啲節目當中，愛同大家來小記嘅乜嘅呢？大家做啲好，福起來咧，一路以來，其實小記也非常多嘅青年農民，大三年就當優秀，唔但唱其他就表態可能本地啲都市非常好嘅條路轉到種下，當山忙啲嘅工種做一道農事以外，今本日愛同大家來小記嘅係一道青年農民，大家適合到鄉下用自家大三年冇區用嘅專業，冇區用嘅力量，也就愛有新嘅東西，愛同大家來見面。唔但唱好，也工種嘅事情，大家互相分享。韓國啊，你行銷嘅部分、包裝嘅部分、通路嘅部分，全部大家共下來想辦法。細細嘅人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，有請多位來賓來分享大清皇朝的治軍韓國文化分享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苗栗公館的郭志堅，同歡迎來鴉片，同介紹我嘅產品。好，大家，感謝。分享自己，接下來係文化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鍾文芳，我來自苗栗公館，同歡喜來到福起來也個節目啦。好，分享兩首哦。其實志軍吼前一波有來過福起來咧，係啊，哈，來小記搞舞卡嘅舞會啊，當好勢，阿權妹上到後欄，所以就上2來溜出來。唔過今本日來到呀，我哋啷個一隻身份了？係你剛下有講到嘅大清皇朝的 leader， 哇，係帶頭嘅哦。啊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今本日愛同大家來分享這個大清皇朝一個青年農民嘅團體，全部就係後生嘅農民，大家鄉下適合到鄉下。係啊。做乜解會有咁樣嘅團體出來呢？一個幫派嘅概念嘛。冇，一定唔係幫派啦，一定有大家好朋友啦，就大家一起因為有一起共同的理念啦，就想說要把我們青年農民的理念提供出去，就讓全台灣人都可以知道我們辛苦種的嘅農產品啦，同好些農產品都本給大家啲啊，所以我們就把它聚集在一起，然後組了這一個團體啦。韓國人家的細胞到鄉下時節，韓統嘅經濟部有一個中小企業那個有關係。係啊，我們就是因為可以聚在一起，我們是有去申請一個計劃，叫做是跟那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計劃，然後搭配在一起的。所以呢，政府單位呢，他們也看到我們這樣子的努力啦，然後就覺得我們也很優秀，所以就允許我們，就讓我們可以成功的去繼續那個經營下去，這樣子。冇錯，剛剛有講到重點，很優秀，說3遍，很優秀，很優秀，很優秀。鼓手經濟部有也補充也就做得來成立安陽嘅青年農民嘅團體，嘅大家向下互相分享，唔但唱係工作，韓國也好康嘅大家咪向下來分享。係啊，就是安陽嘅啊，就是大家都不會藏私啊，就是共好共榮啊，大家一起去努力。去完成安陽嘅，去推廣我們的東西啊！你可能看當然有啲藝，也就去做馬嘅安陽東西呢啲嘅。韓國其實而家就嘅農民就係做無共用嘅工種嘅東西，農產品全部無共用。古時出產嘅期間、無限嘅期間，其實大家咪無共用。韓國而家就係做得互相去聽數。係啊，也就因為大家嘅採收的時間都無共用嘛。所以的話，大家的農忙時間都不一樣，那空閒時間也不一樣。所以萬人較無限的，我也就有限的人就去聽書。
天数那唔是输钱啦。哈，唔是输钱嘅，香港嘢就第一天数咱用嘅。有些像温工啦，温工安尼，像上禮拜就騰中秋嘅，中秋嘅。啊，半夜嘅中秋節會到了。嗰陣有段時間，大家可能就會去天數去賺油誒。韓國唔是輸錢哦。係啊，冇輸錢，唔講人做的温油嘅。啊，你咩懂好啊？富用都得識得到，對，識得到自家嘅東西，識得到朋友嘅東西。哇，真見動啲片，唔過同大家來小結一下，家下有講到有種油嘅，韓國有乜嘅無強用嘅農產品，同大家來小結一下。我要巴沙鄉裡面啊，我有種米嘅，種米嘅，然後還有種油嘅嘛，然後還有種烏嘅，還有嘅公館嘅特產啊，紅棗。哦，鳳棗。哦啊，還有我們的隔壁的這個養蜂的，還有給我們還有茶的，種茶的，然後又還有做福菜誒，然後還有做那個草莓，按鈕就全部都是我們苗栗的特產啊。真嘅，我看到人家條嘅相片，像係偶像團體共用，大家都有自家嘅宣傳照，唔但像宣傳自家咩宣傳自家種嘅東西，用大家翕合起來嘅力量，大家互相來聽數。哦，唔過聽講人家條嘅行業，大家無共用嘅行業咩有當多種咯。哦，以前人家就攞去返鄉轉來做嘅，係啊，以前大家嚟做嘅條路都冇共用。我家都有做工程師嘅，電腦工程師，有硬體工程嘅，啊，還有一隻較特別，他是護理師。哇，連一方面專業都有呢。都有啊，還有一隻是美容師。哦，所以大家咧做都冇共用，可是大家就想來轉來為我們的家鄉打拼啦。唔過行喺做得發揮自家啲本地兩位地度嘅，就自家嘅專業，行喺做得用自家嘅人脈啊，自家嘅資源來相幫相聽，大家互相聽數就錯嘅。係啊。哦，嗰首今日 TPM 邀請到文化來到節目當中，就可以來同大家來小結一下雅烏卡嘅產品哦。家下有講到係肉捧嘅嘅產嘛。係。哈，嘅雅烏卡肉捧嘅有哪條產品先同大家來小結一下？烏卡一下有3種產品，一隻牛肉麵，一隻栗子麵，一隻就白花米，白花米啦，白花米，嗰時候有捧糖類嘅，韓國有乜嘅東西？還有像花粉啦。哦，捧糖相關嘅花粉。還有黃嫩，人講嘅蜂王乳。你們叫什麼？叫什麼？黃嫩。黃嫩。就講捧黃色的嫩啊。啊，原來蜂王乳嘅客家話叫黃嫩啊！阿權我見嘢好多，都黃嫩。還有一隻就蜂蠟。蜂蠟。就係從亞種嘅。哦，入面用鹽愛啦。真嘅，古時候係各種嘅捧嘅相關嘅東西，其實雅烏卡都有。喺今日節目當中，先來同大家來小結一下。第一隻，愛伴大家來試食一下，愛試食俾大家看係呀。又係講係乜嘅？蜂蜜菊花茶。蜂蜜菊花茶，古時候雅烏卡其實連菊花沒有。唔係愛種菊花啦，其實係愛岳父幾多種菊花啦。銅鑼行區其實到台灣算已有名啦。台灣就兩隻生產的地方，一隻就台東，一隻就苗栗銅鑼。所以苗栗有一隻講5月線嘅，就講桐花有桐花，一隻就11月線。11月線就係講呀菊花。哇！古時候雅烏卡老有兩種菊花同捧糖適合即結合到菊花，就變做也係飲料。好，阿權妹也好來試試看啦。其實我家下有試過，嘅菊花嘅清香味道香，還個一絲絲嘅捧糖嘅味道，非常嘅特別。阿權妹也好來試試看啦。又真見同事下啲。熱天也係秋天，因為人講秋天有個秋老虎。冬熱，還係做得來食呀涼涼嘅東西、冰冰嘅東西，也同嘅蜂蜜檸檬有一些咧，冇聽我嘅感覺，這個是清爽版的。係啊，其實吼，
你甜太搞都懂好色蜂蜜柠檬啊，不过给有赏时会吃到太刺激了，又酸又甜的感觉。因为讲中医人家讲啦，缺乏膨糖係較寒的，所以有加枸杞。还有加枸杞，都底波安哦。其實希拜 MMD， 有一拜就搞到講，用暗火參。哇！嗰首它是意外做出來嘅，意外做出來。哦，因為就像用膨糖去取代人哋講嘅砂糖啊。唔啲按你加起來講用暗火參咯。真嘅，韓國又清熱又明目，大家就啲啊缺乏同感記啊條好處啊，韓國膨糖又係對人身體好嘅東西。唔過吼，聽講愛老也缺乏同膨糖結合起來，唔但請也蜜糖做得來結合，佢啊條生長嘅環境其實咩係有關係呢哦。係啊，其實人哋缺乏就種到人無卡，切個甜湯啦。膨糖就不用到嘅，有一隻膨糖就不用到嘅。就不用到純湯。純湯其實缺乏冇咩啦，講咧唔可以猜。唔過缺乏會進水，會進水，就講防病蟲害啦。唔過膨咧會去踩水。啊，會去濕水。其實吼嘅農藥啊會去釋放嘅。防止嗰度蟲啦。冇錯，因為我哋其實缺乏係動物生蟲嘅一種成分。其實像人哋缺乏也唔算嘅有機啦，其實算半友善耕種。其實初期還是會噴一些農藥啦，其實人哋膨嘅啊，可是人哋量吼就輕量嘅時節啦，即個落米水。不過後期嘅話，其實唔做得看到膨嘅會比到缺乏。蛋糕係真係會啊！古時候就表示講，其實也水做得講係非常強力嘅，水源同強力，環境同強力，因為膨嘅算係菜鹽農鹽地度的一種指標，環境指標，表示講其實也環境係非常強力、非常單純，冇乜嘅農藥污染。古時候膨嘅也得有這樣做得繼續生存下去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韓卡度嘅內容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哦。要真到福起來咧，我係仲一群阿權妹，今日阿權妹愛同大家來紹介好啲苗栗來嘅有動到嘅青年農民，佢哋適合到鄉下有一隻青年農民嘅團體，叫做大青黃巢，今下要同大家來紹介啊文化加武康嘅膨糖，還個杭菊搭配起來，真係非常嘅好食，一絲絲咧甜甜又香香，我相信唔講係太年細嚟食物，大家都懂好食。唔但像安尼，加到唔但像紅曲吼，係非常非常強力，韓國品質又好嘅，連膨糖都係有得獎嘅哦。其實得了非常多獎。其實我進來第一年就得獎啦，後來第一年、第三年就去比賽。哦，傻批哦！哇，出批啊！其實我講膨糖本來就懂好啦。民國18年我爸又去比賽啦。其實後來佢就冇去，因為講。嗰種比賽啊，就本人看你用嘅啦，就純粹就切價呢，切價慢慢地賣。後來我進來就講，唔好啊，人哋品質啱好，人就來比賽來得獎。係啊，其實農夫也要見咩做得擺人嘅產品，安尼就會有韓卡度嘅曝光。真係安尼。古時候其實人武卡嘅膨糖嘅品種咩咁多，像外地嘅就已經有4種誒，對不對？有栗子、牛年、百發跟白千層，是不是很特別的？比較獨特啦。以白千層就是俗稱剝皮樹，一般在海邊是當防風林。嘿，有看過。其實有一個名稱，就是它跟澳洲有一個鼎鼎大名的麥盧卡樹是同個樹種。同科不同屬，對，都是桃金娘科。對，古時候都係做的拿來做膨糖嘅，做的菜膨糖嘅。台灣人較唔好食啦，因為其實起來有一些像番薯嘅米湯，鐵樹嘅米湯，像番薯，像番薯，有一些像有人講像偷油，偷油茶當當呢。不過有一班我就讀到嘅來自澳洲嘅朋友啊，佢就食起來講哦。
那就澳洲的味道。哦，澳洲的，因为澳洲的那个葡萄冻油面，嘿，冻油面，你讲的是澳洲的味道，就会澳洲的味道。他说一模一样。古时候应该讲要在米西卡贴片，唔係大家研究當中，各有喜好。各有喜好。如果喺台灣，大家中意就係廿三種荔枝啊、牛年、百花啊，然後就係吃食看嗱，有冇卡嘅荔枝米？呀，荔枝米。荔枝很多屏東嘅荔枝，屏東嘅荔枝啊，竟然都屏東嘅有機荔枝園收的蜜。哦，含特別去請有機嘅，其實冇農藥咩？啊，聽說講唔得有農藥。血紅嘅青醬就係農藥。其實哦，當然去數荔枝咩吼，青醬就係農藥，所以特別人就叫做屏東。其實喺屏東嘅朋友拜託人，去疏粉。啊，冇錯，農民油要疏粉跟洗球。嘿，佢就很愛聽書講哦，我幫佢錢講，聽書講哦，唔是，我有菜東咩，人家就愛，那就唔本來嘅東西就安尼。不過就有一些咧，咩像富上聽書安尼。像今年轉來5月有豐州嘅開發，係咩都公關同朋友一定要疏粉。哇，喺豐州有時要菜盆頭冇？有盆頭都沒有，不過。豐州咩較少，其實兩條少我冇分出來，其實我就分享下就到百花蜜哦，咁多百花蜜嘅，然後就來吃吃看那百花蜜好了。嗰時候人家百花蜜有可能有豐州，有，還有其他嘅嘛嘅冇，其他會舒服呢？西瓜，像後龍嘅西瓜，因為有一樣嘅，當然轉來喺條漫花，後龍就有喺村莊會打電話來我卡講，呀，捧喺轉來嘛，夾轉來，我來舒服，就係呢，真是。哦，嗰時候百花蜜其實也有一種特別嘅味道，因為佢係凍豆種法。係凍豆種法。分到鄉下，嗰時候有可能咬不卡嘅百花蜜係按樣嘅味道，配價嘅冇香用，它就是一個複雜的味道。百花蜜有一點比較依賴地區性，對，就那個地區的味道就差不多，就那個地區這樣。對。就牛念荔枝就是比較單一，因為嘟嘟後牛念荔枝哈，都中南部還有沒有荔，就嘟嘟後幾隻山呢就荔枝，幾隻山呢就牛念。嘅時間就幾開花，就安尼。哦，我3種嘢下全部都識睇咧。我發現甜度有差別耶。冇香樣。牛年嘅葡萄一定甜，一定甜，做乜嘅會安尼啊？佢果糖含量較高，然後果糖、葡萄糖的甜度不一樣。我嚟講嘅話，果糖如果是按講啦，砂糖嘅甜度係100嘅話，葡萄糖75，然後果糖係175。哇！就按多。按甜，難怪我家下識到嘅牛年嘅咩，我就一吞落去就哦，又係牛年，因為貴州嘅舌頭嘅根部全部就係當甜嘅味道。反應較好。真嘅，因為牛年嘅葡萄拿來泡水，大家就當好食。嗰時候3種無香用嘅葡萄都做得有幾無香用特殊嘅蜂蜜，還有做得做無香用嘅可能飲料啊，又係做無香用嘅用途。跟牛年嘅葡萄係啲哪片菜嘅？我都其實人都南部台南其實按嚟講啊，當然開發喺南部按嚟發按嚟開到北部啊。哦。人就同南部按嚟數到沒有啲西湖鴉片咧。沒有啲就開始就結束嘅，就開始去聽書朋友搞法。真是。我家下碰係沒有同樣搞法。哦。像有嘅我舒服咧，麝絲農，種嘅 tomato 嘅，還有洋香瓜的，然後舒服人就去聽書。富上啦，安尼講。係，嗰時候大家哋其實種農嘅全部就會面對一片蟲害嘅問題。我本來想碰嘅啊，係蟲嘅，應該係冇一樣嘅問題，不過其實有喎。有一隻講蜂蟹蟎，他發講刺嘅啦。哦，刺嘅。像那種蟎類那樣刺嘅，給東洋蟲全球就全世界全部就是陰陽蟲啦。台灣這樣一種藥物啊，合法藥物用就是氟化利，它是橘子類的農藥。哦，其實我前幾年就開始看國外哈，佢一定要用天然防治的，像甲酸、草酸。其實人就開始來用，像前年開始就用
甲酸除螨，然后去年都经验开始用草酸开始除螨啊。甲酸的话较麻烦，就会讲用来碰一个较恶，而且其黑暗的哦，因为刺激啦，甲酸比较刺激，而且它比较有温度限制，限制在20度C 啦，太高不好用，太低不好用。草酸就某样在问题啦。不过草酸的除螨也很多种方式，目前我们还在改良，也用到第2种。人家就特别来做安样嘅研究，唔单像係可能佢本身合法嘅用藥，人家就被研究，甚至其他嘅方法，想要用清涼天然嘅方式嚟用到呀碰嘅蛋糕，但係自家主動去研究，人家就用唔要按專業嘅配件做嚟來研究啊。因為我學材料啊，材料科學，我本身又有學化工啦，其實化學就算我部分的專業，真嘅，所以我轉來開始用我爸以前都化工廠做事啦。其實佢咪發現講用農藥嘅懂麻煩就會講，當然去採咩病蟲害就會擴散得很快，因為大家全部不用都給咩，就開始傳來，轉來就開始用藥嘅。不過轉來用藥嘅又行去採咩啦，就麻煩啊。我就發現講用那種天然防治法。你除螨的效果好，然後又做得很多嘅蔬菜咩？冇錯，真係就係用自家嘅專業嘅知識嚟配件嚟結合到呀農產品蛋糕，還唔單止有文化13年嘅專業嘅知識咯。嘅大清皇朝按多3年、8、3年，大家就非常嘅善忘用自家嘅農業知識嚟做出一本百科全書啊！其實唔係百科全書，拿起來當槍書吼，其實唔係哦，大家嚟看一下。有看到冇？呀，底杯全部都係大家嘅產品，大家嘅農產品，做出一本書我都冇解名嘅。一本書我也就會很多天農8部。天農8部。懂特別名。對，懂特別就係8點點。我從8點點啦，可是這也有一張名言啦，就是我們8位的都是看天吃飯的農民啦，所以我們就是取了天農8部，把它直接縮減來，直接讓人家比較印象深刻的方式。韓國蘿蔔呀，愛型很可愛誒，呀應該你帶出去本大家看，大家想講，奇怪呀，買農產品用會擺一本動態充4點用嘅東西，動盤，動態唔講用動有創意。係啊，動有創意啊，因大家就想哦，看外觀嗰邊。一份唔知乜嘅東西，你打開嚟，你用按多東西咯，會有一個驚喜呀，就是有一個驚喜。禮盒已經推出幾久誒？要在禮盒推，我們上市的時候，我們大概差不多已經上了2個月。2個月，有出現有聽到會擺攤過誒。這個除了去擺攤之外，我們還送到做國民外交，送到德國去誒。哇！帶過去然後送俾給別人。有按你嘅機會帶到德國？因為我前幾個上個月，就有去德國給片，然後就帶人呀，然後就秘密嘅偷偷帶過去，因為那時候同行的有長官啦，就是我們農委會的長官啦，還有我們水保局的長官，他們都不知道，然後就讓你帶過去，然後就到那邊了之後，我就把它拿出來，然後看到看到，哎呦！牛會有按鈕的東西，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。真嘅，也唔單唱懂想到你台灣人嘅注意。其實我相信連外國人看到呀，聽說會知道，哇呀，選落係乜嘅東西，選落呀天農8部底部呀，有按到乜嘅好食咧喏。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嚟。大家要轉到福
福起来咧，我係做一群阿權妹。上一段節目地圖吼，阿權我有本大家看一本泰書，佢係你大清皇朝帶來嘅《天龍八部》。天龍八部哦，唔咩書哦，佢係一隻禮盒，韓國地方有非常多，就係其他到8間店嘅農產品，適合到鄉下，故所以下就會來同大家來收嘅一啲農產品嘅好米絲哦，有啲像志軍來同大家收嘅呀。也就跟大家介紹一下，也禮盒裡面啊有巴薩嘛，巴薩大家種嘅都冇權用。那先介紹，第一啥邊係嗌烏味，烏味咧嗌鴉片有做嘅迄芋頭條。芋頭條哇，也係凍凍年就凍好食咧，因為當零嘴可以直接吃咧，係啊你迄嗌切個就會我看有粥嘛。好脆哦，而且。它吃起來凍清爽，唔會像到嗰個水起來凍油，韓國要凍鹹，也完全唔會這樣，就以前係芋頭嘅本地嘅米頭。本米頭啦，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時候是以健康為前提啦，然後又吃到最原始的烏味米啊，好好吃哦，少油少糖少。真的，因為我哋志軍其實你有生意的，你生意的應該沒懂好食。懂好食啊，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在大人小孩其實都懂好啦。很臭。那我們再來的話，我們裡面的產品呢，也會有一個我們的紅茶。紅茶就會呀。我們這個呢，它的茶呢，這個是蜜香紅茶。好香哦。這個蜜香紅茶，其實每個人只要喝下去啊，他就會愛上了。回購率是非常高的。哦，真係懂好食。也就係用泡茶天天咩冇加糖咩冇加其他乜嘅東西。唔過食起來就唔會像那種。其實佢泡嘅米頭凍醋，唔過它不是凍牛嘅嗰種感覺，但是它很香，很香啊，又很順。再米有一啲啲嚟嘅普通嘅米頭，蜜香紅茶。蜜香紅茶這個呢，哦，它的之前的工作，它是美容師，所以你看他用他的心下去做的這些東西，細心跟耐心，所以這個東西一定在我們手上給客人都是最好的。所以的話，這個都是最好的東西給我們的客人啦。然後再來的話呢，我們也有草莓。草莓我們這草莓的話，給做那個乾燥劑，乾燥的方式啦。你會看到我們的它是完全都是草莓。也係貴粒的呢，貴粒哦，每一片呢哦。真你一定都不會去買那個減肥的那個什麼谷片吶，這種全部就會切片，切片呢，切細的小丁。所以我泡到牛奶地都當小可會看得到一絲絲嘞，也係貴粒的呢。貴粒哦，它還有一個很特別哦，它做得你直接丟到溫水裡面哦，也會還原轉來，你做得看到草莓。哇！也同我上到嘅冇相樣，因為我上到係車嘅嗰種，咬落去車，唔過也係就是像果乾，就完全果乾，入口即化。好好吃哦，韓國也就係，你沒有你嘅草莓的味道，沒有你嘅草莓食起來就係又酸又香又甜，這個味道就完全很像你在吃新鮮的一樣。真然同食到國外嘅草莓係完全冇佢種嘅味道，冇可能用啊，真然吃得出來。然後再來的話，這個介紹是我們的柚子的。柚子，你夠呀，就是那個啊，八仙果不是嗎？沒呀哦，你仔細看哦，好看是看不出來，聲音，聲音張底啊，看不出來，看不出來，因為它這個呢，它在外皮的部分，它是用柚子下去做的，然後它在裡面的裡面的話，它有含了一些的柚子的果肉，所以它吃起來呢會有很香的那個柚子的香味。裡面一般做呀，應該係用佛手柑這種嘅做法啦。所以的話，它這個的話，這個做起來哦，真的柚子味很重啊，所以很多人很喜歡那個柚子的香味。對，真係應該抽個皮嘅時間啦，就會有個柚子那個精油的味道，含流到蛋糕。對啊，因為這個的話東西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，因為真的很好吃，又有那個的柚子的香味啊。唔錯。張瑞的話，還有我們也條嘅公館呢，紅棗。紅棗。也就紅棗哦，這個呢，我們直接當零水色的。沒用來駐糖啊，係做零嘴。沒做的，沒做的。那我們的話，
大部分都是当零嘴舌啦。我哋中文梗要做得做人搭来舌咧，因為要說起來佢係軟軟呢，有的說起來會較硬，不過要說起來輕軟。係啊，要在我們今年的紅棗王呢，哇，紅棗王的紅棗，所以它拿來曬成乾的都是品質都清厚誒。真嘅。所以的話，我們都把它包在我們這個禮盒裡面的。哦，我問一個問題，這個紅棗王的紅棗授粉的時候是找文華嗎？是。原來人家就會按鈕給管黑。有在一起的就按鈕。對。而且哦，給紅棗王哈，還3年200。3年200，都3年得2次紅棗王，算很。全部就會非常優秀嘅農民。對，然後其實你們的名字叫大青黃草，大是有特別的意義的。因為我們的大，因為我們說我們有8沙嘛，可是我們裡面有5沙，百大青農。哦，那矮鴉片就有6沙。哇，真係非常優秀。哦，剛剛講睇也得，還有呢，還有其他嘅，還有。種米嘅給它特別啦，給那種無農藥耕種的方式。所以的話，它都要自己下去拔草啊什麼的。然後每天找他的時候啊，他就說他在田裡在拔草。懂我喊啊！所以要請佢啊，都會去田裡看他拔草啊。所以這個東西，它是真的是吃起來的那個香味。非常的香，真嘅。然後再來的話，還有要得福菜，泡菜，好，給我們客家的泡菜。好，那這個呢，它在客家的話文化裡面，它是最原始的，最有代表性的東西。那所以的話，他們只要買回去了之後，他們就可以拿起來料理。對，所以這個真的是我們苗栗的特產，我們把它包在這裡面。真嘅，韓國其實人家的 DM 做得很精緻，唔但搶夾嘅禮盒的名字哦，都天龍八鋪。其實當中某樣嘅產品沒有本家的名誒。對啊，比如說，因為我們今天要有周亞禮盒嘛，那我們是要送禮嘛。對。我們送禮的同時，我們希望把祝福的話送到對方去。啊，我哋種福也是芋頭嘛，就有這個吉祥如意，草莓就會眉開眼笑，然後米就會米糧豐盛，對，米糧豐盛，然後韓國紅棗找到幸福，好可愛哦。然後茶就會茶言茶語，然後柚子就是保佑平安，還有蟠桃五穀豐收，然後泡菜福氣滿分。哇，真係係動有創意，真係就係大家用下來想出來。這個我們大家就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們就一直在構想這個概念。因為如果說你今天你做一個禮盒單一商品去做中本飲的話，有點單調。可是我們今天我們把8個人的東西裝在一起送出去，驚奇度非常高啊！哦，不過呀，所有嘅人都有這個大青黃草的盛宴，大家嘅背景同故事，你像志軍，還可以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那我們大青黃草啊呀，因為我們一開始成立的時候，其實因為是說想說，大家都把自己的農產品做得很好，種得很好啊，可是你要去賣的時候會比較難賣啊。那我們今天我們做了這個禮盒，把它做一個把它做一個統一的規格，然後把它裝到裡面去。我們先去做推銷看看，就是可以一次推銷出去，然後讓大家去做選擇。他如果是說消費者對這個有興趣的話，他就可以直接拿起來，因為我們上面都有我們的聯絡的方式，他就可以直接跟他想要聯絡的人、想要購買的給農民。去甲來聯絡，去甲伊聯絡，然後再購買按鈕，就提高大家的收益這樣子。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概念，然後去做推銷。所以這個呢，我們現在2個月出來啊，其實台港就有寬度，台港就是都開始在搶購了。因為一次8個驚喜啊。古時候人家到啲嘅賣嘅時節，有可能根本你出去擺攤，你咩會帶嘢出去。
给汉摆可能是文华去摆摊，志居没有去的时间，文华就会带人家在里他去摆摊。对啊，我们就只要我们有出席的，我们成员里面有出席的都会带进去。不管他有没有卖，我们就还是会放在那里去做一个广告形象。哇，我说亚真人是大家上蹦上天，富上来天数。对啊，大家全部就係真多物卡，全部都係苗栗嘅農民，大家共下來合作來推廣也得。係啊。其實上好食有嘅人，佢可能沒想過生米。係啊。看到唔沒有賣米，做得請到人來買啊，你按好嘅米啊。就是亚条泰嘎就会去互相介绍，对，哎呀，就算他人没有在现场，我们还是会互相的去介绍。冇錯，係啊。跟假使講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啊，佢都看到節目以後，哇，真係係同上買，又上愛來食腐嘅，又上愛來食嘢的，上愛老一隻禮盒帶在起舞卡，佢都應我應用嚟當買嘢到。我们现在的話，就是你只要在網絡上直接搜尋大清王朝，就會請得到亞條的官網，就已經請得到就找得到我們的官網，我們官網就可以直接訂購。那也可以在 FB 搜尋大清王朝，這4個字就可以找得到我們，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靜態，我們在做的事情。哇，真嘅，我所亞條青年農民真嘅係非常嘅優秀，大家用自家嘅專長，還有賺到物價，賺到種下，用自家嘅用心，來亞條農產品推出去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。今日神農志軍也謝謝文華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咩神農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會收看休息，下來做運動了。